2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的谜语护照要上的是谜语4到6的解释。好，来，我们上次已经上过这个1到3的解释了哈。好，来，咱来看第4句是啥物啦哈。好，来看一下这第4句是见面3分情。我们有时候呢，就是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说你不要跟他吵得这么严重了哈，你还是要怎么样？留面子给对方，不给对方难看。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会常常见到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要留面子来给对方哈。见面就有3分情啦哈，这是第4句啦哈。再来第5句，田无高，水无流。这一句我们常常在电视上会看到人家在吵架的时候就说咱田无高，水无流啦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断绝关系，不相往来啦哈，不要管你你也不要管我啦哈，各走各的路的意思这句第5句就是田无高，水无流，不要跟你有来往的意思来第6句，好心贪甜。好心就是苍蝇贪甜，苍蝇贪吃甜的东西看到甜的东西就在一直那边吃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们人就把它打死了。所以引申的意思就是说，过度贪心害了自己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第4句到第6句的解释啦哈。那另外一样，我们还是要从第1句念到第10句来，大家为第1句开始念，1、2、3开始。天公疼憨人，食紧拢破碗。食果子拜树头，见面3分情。田无高，水无流，好心贪甜。了无计眉倒滚，一顿叉到笑。乌人无胆，妖鬼给势利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个护照的部分4到6的解释就上到这里为止咯。好，再会。